何非？偏不記起，竟發現並沒道理。誰讓我生於這地？誰讓我接受危機？怎可記起，是那些錯誤書送出毒氣？他伸出上帝手臂，是對或錯不理，誰又會提我這般人生樂與悲？他申請越過千里，避免幻變天氣，誰又會提我？哪知道最後日期？誰又會心中顧忌？誰又會說話投機？生仿似死，真假也就像做戲。誰願意彼此戒備？爭執也似下棋。他朝記起，沒法可改變真相的日記。